你咁分股權，傻嘅先同你合作啦！有錢大晒啊！人哋技術同管理一樣值錢㗎。但我出大半喎，佢哋兩個加埋先出得30%，唔係應該我做大股東咩？咁我問你啦，假如冇羅拔嘅技術，係咪有錢你做唔成呢個生意啊？而呢個生意擺明就係需要團隊作業嘅，你自己又唔在行，電商團隊管理係嘛？2Link喺呢方面特別有優勢。嗱，人你係揾啱咗，但待遇唔匹配，人哋都唔同你玩咧。咁邦哥，你話點分先合理啦？公道啲講，羅拔同2Link冇你嘅錢咧，喺出邊亦唔係咁好融資，咁所以你哋3個人嘅價值咪差不多，股權咪粗粗地一人1/3，嗱咁咪比較公道。最多股東協議保留一條，項目開展之後咧，可以因應大家嘅實際貢獻多少，協商調整翻個股比或者發行權比例，咁咪可以快速開工咯。唔係我嫌少，咁人佔1/3都有分啲依據吧？咁咯，從對項目嘅重要性排位，嗱，資金佔50%，技術同埋管理都佔25%。嗱，先唔好講你個人有幾多，就事論事，你覺得咁樣合唔合理先？合理嘅。好，咁你出資係70%，即係資金股佔比就50%乘以70，即係35啦，係嘛？但係你冇技術又唔參與管理，所以你嘅個人股本咧就係35%啦。咁羅拔同阿2Link都係出15%嘅錢，咁資金股兩個都係50%乘以15，即係7.5%。咁技術股係全部歸羅拔啦，管理股係全部歸阿2Link咧。咁所以佢哋兩個嘅股本咧都係7.5加25，即係32.5%，係嘛？咁兩個32.5加你35，剛好就埋100，啱數。如果咁計，唔爭在我出埋佢哋嗰30%咯喎。嗱，咁你就錯啦！我從來同人合夥，或多或少都要對方出翻錢，出咗錢同冇出錢心態完全唔同嘅，輸晒都係你嘅，同佢都有份肉痛，完全兩碼事喎。係啫，但係計嚟計去，咁一人咪佔個1/3。嗱，你哋情況我記得多，所以我根本就唔使撳機，係嘛？摸一摸我心裏邊條數就大概就係咁樣最合理嘅，所以一早就勸你一人1/3，乾脆啲，你豪氣啲，佢哋兩個出錢少嘅，即刻感覺欠咗你嘅，唔差嗰幾個點，心理層面佔咗個高位，仲着數嘅傻豬。但係佢哋日中有出糧，我冇糧出嘅喎。嗱，股東還股東，執行團隊還執行團隊，你唔好溝亂喎。你齋投資唔翻工唔出糧係咪好合理啊？喂，人哋作為股東嘅同時，日日翻工打卡係嘛？擔任執行團隊嘅角色出翻份糧係咪天經地義啊？調翻轉頭諗啊，假如佢唔做同你一樣，咁你哋係咪都要夾翻份糧出街去請個人翻嚟做翻佢而家嘅嘢？所以咧，股東享受分紅權咧係喺股東層面嘅權利，但係股東跳落個執行團隊裏面擔當其中一員咧，就應該按翻勞動力市場嘅實際待遇出翻份糧俾股東。咁唔使咁啦，你諗咩我好清楚，你想要多啲啫嘛，理由都要講得過去嘛。嗱，確實你哋合作咧，你嘅風險係最高嘅，佢哋輸晒都係輸自己嘅時間，而你係出資70%，萬一真係輸咧，實質輸你嘅現金最多。所以咧，你可以以呢個為理由，用頭先我計條數嘅35%作為基礎，同另外2位合夥人好好協商溝通下。你話我想要多5% 嘅股權，即係喺出資不變嘅情況底下，你佔40%，佢哋兩個30%，賺錢按呢個比例分紅，蝕錢都按呢個比例承擔債務。嗱，過得到自己又過到人哋，我估佢哋會應承嘅。係咯，咁樣合理好多。仲有啊，既然你佔股超過總股本1/3，相當於已經有咗1票否決權，你就唔使驚俾人賣豬仔啊！所以喺日常運營裏邊咧，記得俾多啲空間羅拔同阿2Link，特別係羅拔咁嘅技術人才，最享受嘅就係發揮嘅空間，係嘛？馬化騰當年點同投資人講㗎？錢你俾，但點寫當我話事，係嘛？投資人如果冇咁嘅格局，邊有今日企鵝嘅萬億市值啊？錢買得到勞動力，買唔到創造力。記住啊！以後有咩股權分配合作呢啲問題，隨時揾邦哥，幫得就幫。